各位觀眾晚上好，歡迎收睇 HKFS 特別節目2026生肖預測新聞報道，我係吳一言。本節目焦點將會擺喺今年運勢最順利嘅生肖之一屬狗嘅市民身上。根據本台整理資料以及專業風水人士指出，屬狗嘅人士喺2026年運勢呈翻中旺格局，事業方面地位容易有所提升，贏得行內人士尊重。工作上面很多事情都可以逢凶化吉，減少負面影響，但係比較要注意，容易會有官非或者罰單等等，所以比較要注意駕駛規則以及文件契約。今年心情會比較顯得孤獨，應該多與各個好友聚會。感情方面紅鸞星動，可以進一步考慮踏入婚姻殿堂，單身者可以脫單成功。身體方面一切良好。以上係本台為市民整理嘅2026年屬狗運程預測，多謝收睇。另外本台都會有流年飛星等等嘅節目內容，希望各位觀眾期待。喜歡我們創新的運程分享方式，給我點讚分享喲。